警隊係一個幾萬人嘅大家庭，有唔同嘅工作崗位，配合唔同性質嘅工作。咁除咗大家平時見到喺街上巡邏嘅軍裝警務人員，咁仲有喺罪案現場負責調查工作嘅刑偵探員之外，其實背後仲有一班肩負唔同任務嘅專業人士，默默咁為大家服務㗎。不過有一點係不變嘅，就係每位警務人員都係經過嚴格同埋艱苦嘅訓練嘅。楊富賢警司加入警隊服務市民20幾年，一般嘅警務人員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轉換崗位，咁但係楊 Sir 就唔同啦，近年都係駐守喺同一個部門，並喺2014年晉升為部門嘅主管。而楊 Sir 嘅身份，除咗係一名警務人員之外，仲係警隊內3名軍械主任嘅其中之一，亦即係我哋俗稱嘅軍火專家。軍械法證科英文係 Forensic Firearms Examination Division， 簡稱 FFED， 係隸屬刑事及保安處刑事部嘅鑑證科，係軍械同子彈嘅驗證機關。軍械法證科由一位警司帶領，設喺警察總部內。咁部門就有8位嘅成員，當中又包括3位軍械主任同埋2位正在接受訓練嘅同事。當初咧，我係加入警隊做督察嘅時候咧，同其他同事係一樣嘅，係負責一啲一般嘅警務工作。後來咧，我知道就軍械法證科咧就係招募新同事，咁我就申請啦。我自己本身咧就係讀物理學嘅，咁所以對於機械啊、力學嘅理論咧掌握得比較好。槍械嘅設計、佢嘅運作同埋個力學原理咧，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啲好有興趣嘅研究項目。另外，法證工作咁其實佢就係用科學嘅方法，不偏不倚咁樣係替警隊服務，替司法制度服務，甚至乎係替廣大市民服務。呢一門科學咧，可以幫到調查人員啦，同埋係被調查者咧，都可以揾到事實嘅真相同埋公義。咁呢啲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啲好大嘅動力，同埋係工作滿足感。咁所以我揀咗呢條路。法證工作咧，我可以係比喻為咧就係替物件講説話。舉個例，一支手槍，佢唔識得話俾人知佢係一支手槍，佢亦都唔識得話俾人知佢嘅功能係做乜嘢。一粒子彈，佢唔識話俾人知佢係乜嘢類型，佢亦都唔會話俾人知佢嘅口徑係乜嘢。同樣，一粒發射咗嘅子彈，佢亦都唔識得話俾人知佢係從邊一支槍發射出嚟嘅。如果我哋需要舉證，需要説明呢啲事實嘅話咧，我哋就需要依靠一啲科學嘅方法。首先係要鑑定咗呢啲物件係乜嘢物件，跟住我哋要推斷。究竟喺呢啲物件身上發生咗咩事？我哋處理案件嘅類型咧係好廣泛嘅，其中涵蓋一切係同槍械或者彈藥相關嘅事件。典型嘅例子，我哋會判定一啲案件究竟係自殺定係他殺咧。喺一啲無牌藏有槍械嘅案件裏邊咧，我哋咧係會鑑定嗰啲證物係槍械咧。我哋會係檢測槍械嘅性能。軍械法證工作最多時候就係要確認一啲子彈頭同埋子彈殼係由邊一支槍所發射出嚟嘅。舉個例，如果喺啲開槍現場，我哋嘅同事係檢獲一啲子彈頭同埋子彈殼，亦都同時係揾到一支槍的話咧，我哋會翻到嚟之後咧，我哋係會對呢支槍咧係做一啲發射嘅測試。我哋利用呢啲子彈頭同埋子彈殼，同現場檢獲嘅子彈頭同埋子彈殼比對，去揾到一啲吻合嘅工具痕跡。如果有呢啲吻合嘅工具痕跡的話咧，我哋就可以推斷咧呢啲子彈頭同埋子彈殼同現場發射嘅子彈頭、子彈殼係同一支槍發射出嚟嘅。由同一支槍所發射出嚟嘅子彈上面嘅工作痕跡應該係一樣嘅。
咁所以呢兩個彈殼好明顯就係由同一支槍彈出嚟㗎啦。軍械主任咧係24小時候命嘅，遇上有開槍嘅事件咧，現場嘅調查人員咧會先聯絡我哋。咁我哋通常咧會透過電話咧係初步咁樣去了解咗案情啦，同埋咧就係了解咗現場嘅環境，跟住我哋會俾出意見。如果情況有需要的話咧，我哋係會親身到現場協助現場嘅調查人員初步咁處理證物，同埋就係判定案件嘅類型同埋性質。除咗分析槍械同子彈嘅關係之外，軍火專家亦都要推斷發射嘅距離，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由衣物入手啦。我哋可以想像咧，係一個人着住件衫，而係俾人射擊，佢中咗槍嘅話咧，佢件衫咧會留有一個彈孔，但係其實咧喺彈孔嘅附近咧，都會有一啲槍械火藥嘅殘餘物咧係黐咗喺上邊嘅。咁如果佢着嗰件衫係一啲黑色嘅，或者係啲有花紋嘅衫咧，咁其實咧肉眼咧可能係睇唔到呢啲殘餘物嘅。咁我哋就會靠呢啲化學嘅試劑咧，就將呢啲殘餘物咧就顯影出嚟。顯影咗出嚟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咧憑呢啲殘餘物嘅分佈情況咧，就去評估咧嗰個射擊距離係幾多。分佈係比較密一啲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嘅距離咧係會比較係近嘅位置發射出嚟。至於發射方向，就要靠彈道雷射指標啦。呢支激光棒咧係用嚟模擬子彈嘅飛行路線。高速嘅子彈個飛行路線咧係接近直線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利用呢個激光棒嘅激光咧，係可以展示出呢個子彈嘅發射嘅方向啦，同埋角度。喺一啲尤其是長距離嘅情況底下咧，呢個器材咧係特別有用嘅，因為咧佢可以咧係排除咗我哋視覺上面嘅偏差。如果案件係最終去到法院審理的話，我哋會被傳召作為專家證人喺法院嗰度咧係解釋我哋嘅檢驗嘅結果嘅。大家喺電視劇或者係電影所見到嘅科學鑑證咧，好似神乎其技咁樣，嗰啲主角咧好似個個都有個水晶球可以睇通晒一切。其實我哋冇呢個水晶球嘅，我哋靠嘅係嚴謹嘅科學方法去求證，但係方法越嚴謹，求證就會越困難。所以情況並唔係好似戲劇橋段咁樣可以一夜破案。相反，有時我哋需要長時間堅持工作，專注喺證物裏邊嘅每一個細節，鍥而不捨咁達持久戰。另外咧，我哋會兼顧一啲法證以外嘅工作，例如咧，我哋會睇警隊嘅牌照課咧，去檢驗一啲領牌嘅槍械啦。當警隊要採購啲槍械啊、彈藥啊或者避彈液嘅時間咧，我哋會替警隊咧係做一啲產品嘅測試嘅。從求證揾出真相，往往要面對重重嘅困難，因此作為軍火專家，必須要有豐富嘅法證知識同埋累積多年經驗。咁所以楊 Sir 同其他軍械主任嘅另一項重要任務，就係要培育新人，將呢門專業嘅技術傳承落去。咁所以你要做嘅嘢咧，你一定要將個槍管咧通一次，將嗰啲污跡或者係嗰啲殘餘物咧係通咗出嚟。咁你跟住咧要將佢放喺顯微鏡上面。我哋嘅軍械主任咧係需要有大學嘅學歷，而佢哋嘅學位咧係要以理科作為佢哋嘅主修科目嘅。我哋嘅同事咧係根據佢哋個人嘅職業取向，都係由一般嘅警務工作咧係轉職過嚟我哋做法證嘅工作。招募嘅同事，佢哋一般係會需要經過3年嘅在職訓練，同時我哋會安排佢哋去到海外嘅執法機構做考察。訓練完成之後咧，佢哋係需要通過一個考核。通過考核之後，佢哋先至能夠有資格去處理案件。為咗確保每一位軍械主任嘅能力同埋質素咧，佢哋係需要咧定期咁接受一啲能力嘅測試。咁我哋咧係會俾一啲個案佢，要佢去展示佢哋嘅工作程序啦，同埋要證明咧佢哋得出嚟嘅結果咧係準確無誤嘅。槍械彈藥好多時都同死亡扯上關係，所以要研究槍械子彈，往往都會接觸到死亡嘅。坦白講啊，需要我哋協助嘅案件咧，都唔會係啲開心嘅事件嚟嘅。我記得幾年前咧，我同我嘅同事就協助我當時嘅上司咧，係處理過一單咧，就喺香港境外發生嘅一單係槍擊事件。好唔好彩當時咧，就係有啲香港嘅市民咧，係喺呢件事裏邊咧係受咗傷，或者係過咗身。當時我哋係要去到當地去勘察個現場啦，記錄
喺現場嗰啲槍彈所造成嘅破壞啦。翻嚟香港之後咧，我哋做咗大量嘅射擊測試，去評估子彈嘅來源啦、飛行路線啦，同埋撞擊之後個效果。另外咧，我哋咧亦都大量咁咧去對比咗咧子彈碎片同埋子彈頭，去確定咧佢哋咧係從邊一支槍發射出嚟嘅。我哋呢啲測試結果咧，最終咧係送到上死因庭嗰度，亦都係被接納做證供嘅。當時嘅工作咧，差不多持續咗成1年。我哋每一個人咧都長時間咁專注喺呢啲彈痕同埋彈孔上邊。後尾我同啲同事傾翻嘅時候咧，原來發覺大家當時咧個情緒都好低落，每一次黑埋眼咧都係見到呢啲彈痕同埋彈孔，好疲累。無論如何咧，案件終於係完結咗，事件亦都告一段落。我哋嘅工作對於各方面，包括受害人啦，包括行兇者，包括執法人員，包括調查人員都好，總算係有個交代啦。打擊罪惡、維護法紀、保障市民嘅生命同財產，聽落去好似好簡單，但係實質係一大班身處唔同崗位嘅警務人員共同努力所得出嚟嘅成果。而喺過程當中，佢哋要接受嚴格嘅訓練，經歷唔同嘅挑戰，先至可以令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同穩定嘅城市。